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阿怡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全新嘅系列嘅，點樣用 BNO Visa 咧去申請翻永居嘅方法嘅。因為申請永居嘅手續咧都非常繁複啦，咁都需要準備好多嘅文件啦，同埋處理嘅時間都需要比較耐嘅。咁我就唔會一集去講個幾兩個鐘頭去同大家分享咯。咁我會分開幾集咧，同大家分享翻咧申請永居嘅方法啦，需要啲乜嘢文件啊，有咩特別嘅事項要注意啊，同埋點樣可以攞到快證啦，點樣可以遞交文件啦。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呢，點樣用一個普通人嘅身份呢，去自行申請呢個永居同埋獲批出永居嘅資格咯。咁就唔係可以想象中咁難嘅，咁但係咧都需要啲時間去部署、去安排或者去準備相關嘅文件咯。因為今次係我自行申請永居啦。咁而申請嘅過程都會面對好大嘅壓力啦，同埋都會有好戰戰兢兢嘅心情啦，因為好怕自己會填錯資料啊，或者提交錯文件啊。咁所以今次我特別拍呢個全新嘅系列咧，咁我係想同大家分享翻咧點樣去申請翻呢個永居嘅手續嘅。因為咧我都知道咧，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準備緊申請永居啦。咁我希望用我少少嘅實戰經驗啦，分享翻俾大家知道點樣去申請永居咯。希望大家可以更容易掌握到申請永居嘅方法咯，同埋獲得永居嘅身份咯。喺影片開始之前呢，我都戴翻個頭盔先。我並非專業嘅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啦，我所提供嘅意見啦，我所分享嘅內容啦，純粹我個人嘅經驗、個人嘅意見，就俾大家參考嘅，並非一個專業嘅法律意見。因為每個人申請需要提交嘅文件都唔同啊，咁以翻你自己個人嘅需要提交嘅文件為最終嘅申請咯。而今次分享咧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啦，咁我係會 step by step 手把手教學咧，咁去教大家點樣去完成成個申請嘅過程嘅。呢個全新系列嘅第一集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咧自行申請永居嘅第一步係需要做啲乜嘢咧？第一步需要準備嘅嘢咧就係文件。因為申請永居咧係需要好大量嘅文件啦，同埋唔同種類嘅文件啦，而提交俾呢個Home Office 咧去做審批嘅。因為我自己咧就習慣有整理開文件同埋有保存文件嘅，咁所以呢5年裏邊嘅文件咧，我自己都有保存得好妥當啦，同埋都好整齊。咁所以我自己就用咗1個星期嘅時間咧去整理翻我自己嘅文件嘅。如果大家平時有處理開同埋有保存翻文件啦，咁我就建議大家用2個星期嘅時間咧去執拾下個文件咯，整理下佢咯。咁另外咧，如果大家係呢5年裏邊都冇乜整理個文件，或者可能有啲文件遺失咗啊，或者係冇好地保存啲文件咧，咁我就建議大家用2個月嘅時間咧去申請或者去整理翻去揾翻你自己相關嘅文件咯。另外，如果大家喺英國呢5年入邊真係冇好地保存啲文件啦，或者可能好多文件都遺失咗啦，或者都揾唔翻咧，咁我就建議大家咧需要提前半年嘅時間咧，就去處理下或者執翻下呢啲文件，或者睇下啲文件需要點樣再重新去申請翻，或者去揾翻出嚟咯，咁就會比較好啲嘅。當你揾齊晒文件之後咧，咁就需要做另一個工作嘅。咁呢個工作都需要花好大量嘅時間去做嘅，就係做呢個 scan 即係掃描嘅工作啦。咁喺呢一集裏邊咧，我就唔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去 scan 文件啦，或者去 scan 文件嗰個要求啦，即係佢個文件嗰個大細嘅要求啦。咁我會喺另一集裏邊咧，我會先再同大家分享翻嘅。
大家要留意呢，提交俾 Home Office 審批嘅申請永居嘅文件呢，需要正確啦，同埋要清晰嘅，唔係話你交一大堆文件俾佢就係代表係啱嘅。需要交嘅文件呢嘅種類呢，同埋個數量呢係精準嘅，同埋要正確嘅。大家自行申請永居都好想知道需要準備嘅文件係包括啲乜嘢啦。需要提供乜嘢類型嘅文件啦？有幾多嘅文件係需要提供俾 Home Office 去審批呢？咁我會喺後邊呢就會介紹翻需要準備啲乜嘢嘅文件係交俾去 Home Office 做呢個永居嘅申請嘅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嘅 channel 呢，請俾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，我有新片推出呢，會盡快通知大家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尾喎，有好重要嘅資訊呢，我會分享俾大家聽㗎。有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喎，咁每一個申請人啦，包括大人同埋小朋友，都需要獨立去準備一套文件咯。咁即係簡單啲講啦，如果你哋係一家三口或者係一家四口啦，咁你係需要獨立準備3套或者4套嘅文件咯，去提供俾呢個 Home Office 做呢個審批呢個申請嘅。同埋咧，主申請人同埋成年嘅申請人咧，需要準備嘅文件咧係比較多嘅，而小朋友咧需要準備嘅文件咧，相對係細啲、少啲嘅。而我咧就準備咗3套嘅獨立嘅文件去提出呢個永居嘅申請咯。咁我用咗1個星期嘅時間去整理同埋準備好所有嘅文件去申請永居嘅。